4月初3发生大地震了后，花莲吉安乡的山海关大楼就正做危楼。经过评估是免拆掉补强了后会当继续大，不过就要等住户开会讨论，到底是要拆掉重建，也是要补强就好。另外，在美仑的马可波罗大厦，原底予人搭黄单来做危楼，阁有发1万块的慰问金予受灾户。即马煞认定这大楼其实无危险，有可能会甲慰问金讨回来，就引起争议。 大楼的壁过比起，这是花莲的山海关大楼。伫花莲大地震了后，被判定是危楼。伫12早起，有部分的大户想要入去摕物件。因为有安全的挂虑，住户就要先签设计书，而且爱戴安全帽啊，才会当入去。那大楼的住户真着急，附近的住户嘛烦恼大楼唔赶紧处理，会受到牵连。 有余震的时阵啊，伊石头拢搁直连落，拢喷到阮遮，你看阮的车有无？啊，我拢家晒边仔去啊。以后搁讲有震动来讲吼，大家最危险的啦。不能够让住户进去，但是因为我们的保全公司很为难，他如果住户硬要进去，所以他才会用签切结书的方式。 山海关大楼因为建筑物受损真严重，不过国政中心4月11向受灾户说明，会当评估进行内进补强的工程，就会当继续大。住户礼拜二会开会讨论，若决定补强，山海关会是花莲第一栋红单补强，唔免拆，阁会当继续大的大楼。那等于说，我除了我有水平方向的力量抵抗以外，我上下的力量也经过钢筋混凝土呢这样子一个助拉。 大地震嘛，造成美仑马可波罗大楼顶楼的顶仔倒去，倒伫咧半墙仔边啊。县府勘查了后，搭黄单来做危楼，发1万块的慰问金予受灾户。不过，即马阁认定大楼无危险，是引起争议。他要拿掉我这个1万块，我可以拿，我是我个人哦。 可是别人领的人，他要不要这样做，我不晓得哦。不是因为建筑物的损坏被张贴黄单，而是因为它有高空坠落的这样的一个危险被张贴黄单，由县府来协助排除这个危险的障碍，费用就是由县府的灾害准备金来处理。住户质疑县府判定危楼标准可能有问题，黄单拆掉了后，顶楼倒去的露台会交住户拆除，费用是袂少，要求县府甲管委会协调，要安怎处理？记者花莲报道。